风送爽，月圆花好，万家团聚，共度良宵。观众朋友们，大家中秋好！在此，我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快乐，团圆欢乐。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象征着喜庆、丰收、幸福、团圆，一片祥和之情。悠久以来，中秋之夜，人们最期待的就是悬挂在碧空玉宇中的一轮明月，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面看。此刻，月亮在人们心中是格外的皎洁、美丽、神圣。仰望玉宇无成的明月，思念天涯海角的亲人。中秋佳节倍思亲，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每当丹桂飘香，明月当空，诗兴浓浓，留下了无数咏月、颂月、文化名篇和美好的民间故事。今年中秋，我们电视说场呢，特地全新创作了以月亮为主题的特辑《此曲只迎天上有》电视评弹艺术片赏析，作为中秋佳礼，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愿大家喜欢。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双鲤斗婵娟。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弓且为忠魂母。月亮里有了美丽的嫦娥，月亮变得越发的绰约多姿，动人心魄。有了嫦娥，便有了玉兔、桂树、广寒宫，月亮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古老神话，是人们赏月时自然的联想和永恒的话题。星月交辉晚风轻，融融月色白如银。这是评弹作家郁小婷最新作词的弹词对唱开篇《嫦娥奔月》中的开头两句，就是不听唱，仅仅从词面上来看，已经充满中秋的无限意境了。开篇不仅写得美，而且演唱者唱得更为动人。这首开篇由蒲建东运用柔糯的徐调，和陈演运用百般动听的女声讲调来交相对唱，十分和谐，唱出了这首开篇的美好情感，令人喜欢。请您欣赏，细细品味。月色的是您车辆神
涌海，两臂天生力气劲。当年为公山举世，争取了肺腑与生灵，天下黎明。喜欢等他乡万亩聚得领对月，多是灯西心不深，乃是家亲李红神把领带家与一妻子，好好正然背当心，违反还与离家去。山路是都是一空大，对勾灯，他推窗把明月。真身，他随着礼记来为兵，使得家出领带保太平，否则是谁出清风。山路是他送赐，
机提上，提上神机连理分。观众朋友，荧屏欣赏艺术作品是视听合一的完美享受，所追求的是声画一体的和谐美，通过电视手段的表达，镜头的有机切换变化，加之舞美灯光营造的气氛，制造出策划者所需要表达的意境。在中秋特辑中，导演意图聚集的都是江南姑苏的元素，如竹帘、青竹、香炉、焚香、古琴和苏式木兰，以及一蓬蓬的茉莉花。在夜蓝色的映衬下，明月相伴，让您听来是格外悠扬。起起声声，声声起起，把您带到了悠悠飘仙的宇宙之中。唐代大诗李白曾经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壮丽诗篇，如吟咏赞美月亮是李白诗常见的主题。月亮的皎洁明朗孤高符合李白的性格，李白常在诗中把月亮当作是可以倾诉的朋友，坦诚交流的知己。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月下独酌》中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月成三人。月亮成了孤独中诗人最可信赖的挚友。传说李白之死是因为泛舟采石江山，醉眼朦胧中看到江中的月亮，忍不住下水捉月，才溺水身亡。下面播放的开篇《太白迎月》最后一句“奇经捉月葬尸魂”，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弹词开篇《太白迎月》由邢彦春作词，袁小良用游调弹唱。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当您欣赏袁小良弹唱这首开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琵琶伴奏十分的花俏，也许是吻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吧。好，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狂狗空中，月夜人。可知斗上，都为他采白金云飞空心。大胆的心里他不世上今月是问这问倾听
起世上穷，不定是不分。里这里青天中大绿勾月，真是我浪子一身虚虚，只为放月空山开，明月是人。又让青天来明月，都成为飞卷我在上。身配明月不空，上句都月为谁？上人举头放明预计上兵情该这该精神无计狗日月，今月神君咋不神？喜则喜，明月清风，用夜心美。应声三人，是谁是我上月明？白日月光，是在金针，里吹风吹清月明，令人儿月下不归去年，也得风沙里踏奔，明月是谁？世事问答头来是地中做月长是问。弹词开篇一般是用三弦琵琶来伴奏，
在中秋特辑中，如《太白迎月》《千古绝唱》《中秋词》等开篇的弹唱伴奏，都容纳了箫、笛、二胡、箫等多种乐器的衬托，使唱腔旋律更加的丰富，营造中秋之夜的宁静美好的氛围。特别是在《千古绝唱·中秋词》这首开篇的弹唱中，更能品味到这一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东坡的名句。古往今来，以中秋为题的诗词不可胜数，然而却从未有一首能够像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秋》那样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被公认为千古绝唱。他的《水调歌头·中秋》写于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尽管他才华横溢、政绩卓著，但由于朝政腐败、官场险恶，他的抱负难以施展，反而屡遭贬降。生活上，他的妻子忙故多年，与胞弟苏辙也有7年未见面了。中秋之夜，独对于明月，思念故乡亲人，心情自然是郁郁的。但是他写的中秋词却以哲学的高度，从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看待人世的悲欢离合，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通篇清奇无比，享露天外，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词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故难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佳句令人叫绝。下面就请欣赏由朱玉瑜作词、杨德林唱腔设计、秦建国用讲调弹唱的开篇《千古绝唱·中秋词》，唱得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知蜂堂蜂胶出众的品牌来源于千万个用户心中的信赖，知蜂堂蜂胶优异的口碑反映出无数消费者亲身的受益。佳节送礼送健康，健康好礼知蜂堂。
中山为。后人风不绝，宇宙天后日归，一个乡。是亲人可平安，巴不得几个心灵从中归，身无双翅飞越南。心内明月大我美，谁知归水走个千里遥，但愿得共对如旧莫轻回，神飞云天外，豪气冲霄飞，又让众里百姓越来越空高处。我生水的沟里风一吹最天是一心门外，真是气够谁唱中去是必定好的我将会东风妙批是非古人云：径山纳凉，临水观月。在苏州，中秋赏月最佳去处莫过于石湖了。石湖风景区位于苏州西南近郊，离古城约7公里。石湖紧靠上方山，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石湖曾是吴越春秋时期吴王王室游苑，也是吴越相争的古战场所在地。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石湖之所以成为赏月胜景，主要是由于它有一座连接山与湖的石桥——行春桥。行春桥位于长磨鱼之东，又名长桥、九环洞桥。桥上石栏坚固，可见游人歇息。
桥面石板光滑平展，桥下九洞相连，湖水跃动而出。中秋明月夜，天上有一轮皓月，水中9个桥洞各揽一个月影，形成了石湖串月之奇观。上下争辉，流光溢彩，良辰美景令人心旷神怡。石湖串月与北京的卢沟晓月、杭州的三潭映月以及太湖的石宫秋月并称我国4大赏月圣地。苏州人石湖观月习俗大约始于元代，至明初已约定俗成，从此一直沿袭至今。每年农历8月15至18，如夜上方山下，行春桥畔，摩肩接踵，游人如织。观众朋友，今晚当您在石湖走月亮时，如能欣赏由张丽华用立调弹唱的《石湖观月》这首开篇，定会让您心旷神怡，月更亮，情更深。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周克敏作词、潘祖强改编、张丽华弹唱的《石湖观月》。啥是精神？好的委屈都心去，与他最恩
官月色画中人，凡人大事大于心，谁理那不下来音？临家时他名声响，后生西宫同生。观众朋友，中秋特辑词曲只应天上有电视评弹艺术片赏析就播放到这儿。相信这如诗如画般的雅韵将会始终伴随您。观众朋友，再见。清风送爽，月圆花好，万家团聚，共度良宵。观众朋友们，大家中秋好！在此，我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快乐，团圆欢乐。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象征着喜庆、丰收、幸福、团圆，一片祥和之情。悠久以来，中秋之夜，人们最期待的就是悬挂在碧空玉宇中的一轮明月。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面看。此刻，月亮在人们心中是格外的皎洁、美丽、神圣。仰望玉宇无成的明月，思念天涯海角的亲人。中秋佳节倍思亲，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每当丹桂飘香，明月当空，诗兴浓浓，留下了无数咏月、颂月、文化名篇和美好的民间故事。今年中秋，我们电视说场呢，特地全新创作了以月亮为主题的特辑《词曲只应天上有》电视评弹艺术片赏析，作为中秋佳礼，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愿大家喜欢。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双鲤斗婵娟。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弓且为忠魂母。月亮里有了美丽的嫦娥，月亮变得越发的绰约多姿，动人心魄。有了嫦娥，便有了玉兔、桂树、广寒宫，月亮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古老神话，是人们赏月时自然的联想和永恒的话题。星月交辉晚风轻，融融月色白如银。这是评弹作家玉晓婷最新作词的弹词对唱开篇《嫦娥奔月》中的开头2句，就是不听唱，仅仅从词面上来看，已经充满中秋的无限意境了。开篇不仅写得美，而且演唱者唱得更为动人。这首开篇由蒲建东运用柔糯的徐调和陈演运用百般动听的女声讲调来交相对唱，十分和谐，唱出了这首开篇的美好情感，令人喜欢。请您欣赏，细细品味。月色的是年，一夜为美满都抓上车辆声，他驾驭黑衣为其实，夫妻那后羿本是英勇汉，两臂天生力气劲，当年为公山举世，证据了肺腑与生灵，天下黎明喜欢下太空月夜冷，
众朋友，荧屏欣赏艺术作品是视听合一的完美享受，所追求的是声画一体的和谐美，通过电视手段的表达，镜头的有机切换变化，加之舞美灯光营造的气氛，制造出策划者所需要表达的意境。在中秋特辑中，导演意图聚集的都是江南姑苏的元素，如竹帘、青竹、香炉、焚香、古琴和苏式木兰，以及一棚棚的茉莉花。在夜蓝色的映衬下，明月相伴，让您听来是格外悠扬。起起声声，声声起起，把您带到了悠悠飘仙的宇宙之中。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壮丽诗篇，如吟咏赞美月亮是李白诗常见的主题。月亮的皎洁明朗孤高符合李白的性格，李白常在诗中把月亮当作是可以倾诉的朋友，坦诚交流的知己。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月下独酌》中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月成三人。月亮成了孤独中诗人最可信赖的挚友。传说李白之死是因为泛舟采石江山，醉眼朦胧中看到江中的月亮，忍不住下水捉月，才溺水身亡。下面播放的开篇《太白迎月》最后一句奇经捉月葬尸魂，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弹词开篇《太白迎月》由邢彦春作词，原等他乡万亩聚得林对月，昨日灯西心不深，乃是佳期李红生，把领带嫁与一妻子，他正然被担心，违反还与离家去，山偶寺都是一空大，对勾灯，他推穿把明月，佩服赞为神，赞为神，咚咚，我在最真身，他随着李记来为兵，使得坚持领带保太平，否则是谁出清风，不虑心山偶寺心结之中，开白牙
小良用游调弹唱。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当您欣赏严小良弹唱这首开篇的时候，您会发现他的琵琶伴奏十分的花俏，也许是吻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吧。好，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狂狗空中，月夜人。可知斗上，都为他彩带金云飞空行。大大的心里他不世上今月是这问青天雨来起，世上穷后兵是不分。你这里青天中大绿沟园，浪子一身虚飞，啥世纪生儿亲，神飞腾乘风山上去下云飞下太空。口里夫妻内在内在记，山路是他从此身居关海，门神迹天上神迹连理分。
众朋友，荧屏欣赏艺术作品是视听合一的完美享受，所追求的是声画一体的和谐美，通过电视手段的表达，镜头的有机切换变化，加之舞美灯光营造的气氛，制造出策划者所需要表达的意境。在中秋特辑中，导演意图聚集的都是江南姑苏的元素，如竹帘、青竹、香炉、焚香、古琴和苏式木兰，以及一棚棚的茉莉花。在夜蓝色的映衬下，明月相伴，让您听来是格外悠扬。起起声声，声声起起，把您带到了悠悠飘仙的宇宙之中。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壮丽诗篇，如吟咏赞美月亮是李白诗常见的主题。月亮的皎洁明朗孤高符合李白的性格，李白常在诗中把月亮当作是可以倾诉的朋友，坦诚交流的知己。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月下独酌》中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月成三人。月亮成了孤独中诗人最可信赖的挚友。传说李白之死是因为泛舟采石江山，醉眼朦胧中看到江中的月亮，忍不住下水捉月，才溺水身亡。下面播放的开篇《太白迎月》最后一句奇经捉月葬诗魂，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弹词开篇《太白迎月》由邢彦春作词，袁小良用游调弹唱。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当您欣赏袁小良弹唱这首开篇的时候，您会发现他的琵琶伴奏十分的花俏，也许是吻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吧。好，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后以本是英勇海，两臂天生力气劲，当年为攻山据山，争据两反复于森林，天下黎明。
领带家有一妻子，好好正然背担心，违反还有离家去。山偶是都是空大，对狗灯，他推穿把明月。真身，他随着礼记来为兵，使得家吃领带保太平，否则是三出清风。山偶是心结之中开白牙，催出灵带一口吞。狂狗空中，月夜人。可知多少，都为他采得金银飞空心，大大的心里他不世上今月是这问青天雨来起，世上穷和贫是不分。你这里青天中大绿沟园，这一身虚虚，只为放个空山开，明月是人，却怪神。青天
来明月都则为飞卷雨露在上身佩明月不空，上句勾月为水。上人举头放明欲寄上冰清该这该今生无计过日月，今月神君怎不神？喜则喜，明月清风，用夜行美。举杯了明月对应神三人，是谁是我上月明？对日月光，是在金针里吹风吹，吹月明，令人儿月下不归去年。也得风沙里踏奔，明月是谁？世事问大头来是地中做月长是问。弹词开篇一般是用三弦琵琶来伴奏，在中秋特辑中，如《太白迎月》《千古绝唱》《中秋词》等开篇的弹唱伴奏，都容纳了箫、笛、二胡、箫等多种乐器的衬托，使唱腔旋律更加的丰富，营造中秋之夜的宁静美好的氛围。特别是在《千古绝唱·中秋词》这首开篇的弹唱中，更能品味到这一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东坡的名句。古往今来，以中秋为题的诗词不可胜数，然而却从未有一首能够像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秋》那样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被公认为千古绝唱。他的《水调歌头·中秋》写于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政治上很不得意，尽管他才华横溢、政绩卓著，但由于朝政腐败、官场险恶，他的抱负难以施展。
反而呢屡遭贬降。生活上，他的妻子忙故多年，与胞弟苏澈也有7年未见面了。中秋之夜，独对明月，思念故乡亲人，心情自然是郁郁的。但是他写的中秋词却以哲学的高度，从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看待人世的悲欢离合，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通篇清奇无比，享乐天外，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词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故难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佳句令人叫绝。下面就请欣赏由朱玉瑜作词，杨德林唱腔设计，秦建国用讲调弹唱的开篇千古绝唱中秋词，唱得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知蜂堂蜂胶出众的品牌来源于千万个用户心中的信赖，知蜂堂蜂胶优异的口碑反映出无数消费者亲身的受益。佳节送礼送健康，健康好礼知蜂堂。风送爽，月圆花好，万家团聚，共度良宵。观众朋友们，大家中秋好！在此，我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快乐，团圆欢乐。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象征着喜庆、丰收、幸福、团圆，一片祥和之情。悠久以来，中秋之夜，人们最期待的就是悬挂在碧空玉宇中的一轮明月。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面看。此刻，月亮在人们心中是格外的皎洁、美丽、神圣。仰望郁郁无成的明月，思念天涯海角的亲人。中秋佳节倍思亲，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每当丹桂飘香，明月当空，诗兴浓浓，留下了无数咏月、颂月、文化名篇和美好的民间故事。今年中秋，我们电视说场呢，特地全新创作了以月亮为主题的特辑《词曲只迎天上有》电视评弹艺术片赏析，作为中秋佳礼，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愿大家喜欢。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双鲤斗婵娟。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弓且为忠魂母。月亮里有了美丽的嫦娥，月亮变得越发的绰约多姿，动人心魄。有了嫦娥，便有了玉兔、桂树、广寒宫，月亮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古老神话，是人们赏月时自然的联想和永恒的话题。星月交辉晚风轻，融融月色白如银。这是评弹作家郁小婷最新作词的弹词对唱开篇《嫦娥奔月》中的开头2句，就是不听唱，仅仅从词面上来看，已经充满中秋的无限意境了。开篇不仅写得美，而且演唱者唱得更为动人。这首开篇由蒲建东运用柔糯的徐调，和陈演运用百般动听的女声讲调来交相对唱，十分和谐，唱出了这首开篇的美好情感，令人喜欢。请您欣赏，细细品味。
月色不是人